為元堂施壓，學校逼學生遊行撐政改。為咗通過政改方案，唔止班高官，建制派亦大搞遊行嚟造勢。不過先後被踢爆用派錢同廉價海鮮餐嚟吸客。其實唔止你有㗎，仲有威逼添。天水圍妙法寺陳呂頌德紀念中學借公民意識為名，強制全體中四學生參加禮拜六嘅撐政改遊行，家長都可以去埋㗎。但尋日俾學生嘅回條就寫住冇必要參加，即係冇得揀啦。遊行嘅時間仲會計落學習時數添。可能講真係好輕易喎，坐一坐有時數增加咯，好過去做義工咯。變相咁樣去利誘緊啲學生去參加叫做撐政改嘅活動咯。咁佢會唔會就係俾學生6月23號嘅時候反政改呢？校長就唔肯回應。係點啊？唔該。只係發聲明話，由於家長有唔同意見，所以唔會再強制學生參加，即係褪軚啦。消息話，幕後黑手其實係經常贊助學校活動嘅中藥品牌惠元堂。據了解，惠元堂嘅人近日向校長提出，學生應該支持政府。校長聽咗之後好認同，就強制學生去遊行啦。唔止一間㗎，天水圍香島中學同小西灣嘅福建中學都組織同呼籲學生去撐政改遊行。教育局就講到明，遊行唔係學習活動，反對學校咁做。